那上堂课我们就是讲到唯识中呢它的见解，那主要讲到是法无我。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唯识中呢在法无我呢它有两个不同的案例，那一个呢就是属于二取空，或者说我们说色外境成立空。那这个呢我们讲到说它是观待无分别根知的见解。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观待分别意志的见解，也就是呢，色为权色之身所趋入的趋入境呢，志向成立空。那我们之前呢有提到说，这两个呢都是唯识中究竟的见解，所以既然是究竟的见解的话呢，那无论说是色外境成立空也好，或者说呢，色为权色之身所趋入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呢，它在所破之上呢是没有任何的粗细差别。或者说以施设处来说呢，也是没有所谓的粗细的差别。那这两者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差别呢就在于说，这两者是否呢在一切法之上呢都能够安立如是的法无我，是否在一切法之上都能够安立色外境成立空，还有是否在一切法之上呢都能够安立色为权色之身所趋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那这个呢是这边要讨论的重点。那我们以这个色为权色之身所趋的趋入境呢，志向成立空。那这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光安立色的话，我们就说呢，就是身所趋入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或者说呢，分别所执持的执持境呢，志向成立空。那这个呢是能够安立在诸法之上的。那像在以无常法来说的话呢，我们就要安立色，就是色呢，它为权色之身所趋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或者说呢，我们也可以安立，就是像是常法，像是以虚空来说的话呢，那虚空呢，就是全虚空之身所趋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或者说呢，分别所执持的执持境的志向成立空。所以我们知道说呢，这个观待分别意志的见解呢，它是可以安立在无常以及常法之上，是都能够安立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就是关于呢，就是分别所执持的执持性去志向成立空呢，那这个空性呢，就是承认这个是空性最主要的依据是从哪里呢？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说是依者就是无说菩萨呢他所造的这个摄称论，还有呢像是菩萨地论里面呢就是有讲到就是分别所执持的执持境的志向成立空。那这个无说菩萨，它最主要的依据又在哪里呢？它最主要呢，就是依着呢佛陀所讲的经，也就是呢在三转法轮的时候呢所讲的解深密经。那在解深密经里面呢，就是深一生请问经里面呢，就是有详细的提到，所以最主要的依据呢是依着解深密经当中的深一生请问经。那至于说呢，就是色外境成立空的这个呢，最主要呢是依据着就是陈那还有法身论师呢他们的就是量论典籍里面呢，就是他们很明确的呢指出了这个观待无分别知、无分别根知的这个见解，就是它很明确的呢显示出了说就是色外境成立空的这个空性。那虽然说我们说这个色外境成立空呢，也是唯识中的究竟的这个空性，但是仅安立这个色外境成立空呢，唯识中究竟的见解是足够的吗？那会讲到说这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是就近见解的话呢，它应该是要在一切法之上呢都能够安立。像以中观中来说的话，中观中所安立的空性，或者说他们的就近的这个见解呢，是能够在一切法之上安立的。但是呢，色外境成立空这个呢，它是没有办法在无为法之上呢，是无法安立色外境成立空的这个见解。那同样呢，以无常法来说的话呢，色法以外，像是心法，在心法之上呢，也没有办法安立色外境成立空的这个见解。所以呢，仅仅安立就是色外境成立空的。是唯识中究竟的见解呢？这个呢是不足够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在一切法之上安立，它只能够在色法之上去做安立。
人们界这边说，他补充一个内容，就是无论呢，就是我们之后是在学习唯识宗也好，或者说学中观宗也好，那以释量论来说，就是释量论我们一般会说，就是它有一些就是经部宗的见解，然后它同时解释了经部还有唯识的一些见解。但是呢，在第一品一开始这个总说或是归敬颂的时候呢，它一定呢是以唯识宗呢来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见解，然后来做解说。那或者是说呢，我们以就是他成，但是呢，他在解释我中之前呢，就是有一个了不了义的这个了不了义，像说藏论呢，它的这个总说，但总说呢，一定是依照着这个应成派的见解呢来做这个总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这本论点呢，它讲述的是，相关于跟经部宗还有唯识宗就是相关内容的时候呢，它的一个经典的这个总说呢，会以唯识宗的见解呢为主。那这部论点呢，它如果它的内容呢，如果是包含了唯识、秩序还有应成的时候呢，那这个经典的总说呢，会以应成派的这个见解呢，来为它主要的一个观点。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呢，就是如果我们在阅读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论点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宗喀巴大师他所造的这个论点呢，他的总说大部分呢都是以应成派呢来作为他的一个究竟的见解。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以了不了义上说章论来说，那了不了义里面呢，就它的开头呢就讲到说，如果呢我们想要获得解脱的话呢，那我们就一定要了解就是法无我。那这个呢就纯粹就是以应成派的见解呢来做解释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以唯识宗或者说以四序派来说呢，我们要获得解脱不一定呢要通达法无我，你可以通达人无我就好，不一定要通达法无我。那既然宗喀巴大师呢，他在了不了义的开头呢，就讲到说，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解脱的时候呢，一定要通达法无我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就是唯有中观应成派呢，才会这样子的程序。那为什么说中华大师他所造的这个论点的总说，大部分都是以应成的见解来作为究竟见的？因为我们从这边呢就可以了解到说，中华大师他至终呢，他本身的究竟见解呢，就是应成派见解的缘故，所以他在写论点的时候呢，总说都是以应成的见解呢来做诠释。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呢，中华大师所著的这个论点里面呢，像以了不了义里面在讲述唯识的部分的时候，那有时候呢，中华大师在解释完这个见解之后呢，他会说这个呢，就是唯识中呢如是程序。他既然会讲到说唯识中如是程序呢，就比方说程序这个观点呢，其实是唯识中。那表示出什么呢？表示说宗喀巴大师他的至宗呢是以应成派来作为他的至宗，所以他才讲说呢，唯识中是如是的程序。那在显示这一点呢，除了显示宗喀巴大师他至宗呢是应成的见解之外呢，那同时也是就是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后面在修学的这些有情呢，也要以秩序，也要以应成派的见解呢来作为我们的至宗。刚刚呢，就是人们切补充的。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刚刚的内容，那就是我们有提到说呢，就是所趋入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还有呢分别所支持的支持境呢志向成立空呢，就是这两点，这两个其实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虽然说我们在中文翻译之上呢，一个会讲说身所趋入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或者说呢分别所支持的这个趋入境的志向成立空，好像是有差别，但实际上它的内容呢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两个的究竟见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是要探讨到说，就是色外境成立空，还有像是分别所支持的支持境志向成立空呢，这两个差异呢到底是在哪里？就是人们界说还有想到一个，那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下笔记。那因为我们是初学者的缘故呢，所以我们这边先讲说，就是和外境成立空呢，就是同义的这些名词，所以我们先把它列出来。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外境成立空，第一个是外境成立空的空性。第二个呢是能取所取一体空的空性。那第三个呢二取空。那第四个呢，色与直色之量一体空。第五个呢，就是观待无分别根知的见解。
所以上述所讲的五种呢，第一个呢，就是我再重复一遍哦。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外境成立空。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能取所取一体空。那第三个呢，二取空。第四个呢，色与直色之量一体空。那第五个呢，就是观待无分别根之的见解。那这五个呢，在论点里面呢，虽然说所用的这个名词或者说在解释的名相呢是不一样，但它的意思呢是一样的。那以就是释量论来说呢，在释量论里面呢，它大部分呢是用这个二取空，或者说呢就是外境成立空，它比较少用到说是能取所取一体空。那实际上意思呢是一样的，因为二取空呢就想要说能取还有所取呢这两个呢它是直相异，它并非是直相异的，所以就想要说二取空就是能取与所取呢就是二取，它并不是直相异的这个缘故呢，所以叫做二取空。接下来呢，就是第二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不要加上就是这个施舍处，我们就直接讲说，就是诠释什么声音的，它所就是声所趋入的趋入境呢，志向成立空。第二个呢，就是分别所执境呢，志向成立空。第三个呢，就是观待分别意志的见解。那像是在菩萨地论里面呢，就是想要说呢，体性是遍计的，就是体性是遍计的，遍计呢，志向成立空。这个呢，最主要是在就是之后讲到了不了义的时候呢，会提到这个。就是讲到说，就是特性为遍计的遍计，其志向成立空。那为什么会讲到说就是特性的遍计？因为前面有讲到说就是体性为遍计的遍计，那自然会有它的体性，就是它的本性。那既然有本性呢，就会有其特色或是特性，所以就有特性为遍计的遍计，其志向成立空。那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身所趋入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还有分别的所执境志向成立空，还有观待分别意志的见解，以及第四个呢，就是体性为遍计的遍计志向成立空，还有呢特性为遍计的遍计志向成立空呢，这五者呢，那他们的意思呢是一样的。最主要呢会有这样区别呢，就是以就是印度的这些印度大师他们所著作的这个典籍里面呢，就是不会出现这个身所趋入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或是分别所执境的志向成立空呢，并不会有出现这样子的解释，因为呢，它大部分呢就是从就是体性是遍计的遍计志向成立空，还有说呢就是特性的遍计呢。特性的遍计的遍计自性成立空呢，就是从它的体性以及从它的特性呢，来从这个来做解释之外，那不过呢，就是当这部分的内容呢，就是当西藏的这些译师呢，他在解释这个内容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内容呢，就是转换成就是身所趋入趋入境志向成立空，以及分别所执境志向成立空呢，就是以这个方式呢来做诠释。所以呢，在印度的典籍呢，只会有后两者。那前面的这两者部分呢，是到了藏地之后呢，那藏地的这些祖师呢，才用这种方式来做诠释。那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这两个空性呢，我们讲到说就像是我们最主要是探讨到说，呃，
一组呢，它是能够就是片语，以唯识中的角度来说，它是能够在一切法之上安立。那像我们刚所讲的，就是外境成立空呢，或者说讲到说这个色与直色之量一体空这个呢，为什么只能够在色法之上安立，没有办法在了知，也就是心法之上，或是不相应刑法之上安立？那它不能够在无为法之上安立呢，是比较容易的。那我们举例来说，为什么说就是以唯识中来说呢？就是色与直色之量呢一体空，或者说色外境成立这一点呢，对于唯识中来说，它是就近的见解。那对于唯识中是就近见解的话呢，那它是能够在色法之上安立。但是呢，为什么不能够在无为法？比如说呢，虚空呢与直虚空之量呢一体空呢？为什么这个对于唯识中来说不是就近的见解呢？因为它既然是唯识中就近见解的话呢，就表示说呢，色与直色之量一体空呢，就是下部中、经部中，还有像是中观中呢，他们是无法通达的，或者说以凡夫来说呢，它是没有办法通达的，因为呢，它是就近的见解，它是无法直接有现前通达。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安立为无为法的话呢，像是虚空与直虚空之量一体空这个呢，那这个对凡夫而言呢，不要说就是经部中或是中观中，就是以凡夫而言呢，凡夫呢他也是能够直接通达的。那为什么说呢？就是在无为法之上无法安立呢？因为我们讲到说，如果呢，就是以唯识中来说的话呢，就是呃，虚空与直虚空之量一体空这一点呢，就是它如果是就近见解的话呢，那照理说就是像是下部中就是经部中呢，或是凡夫他是没有办法通达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凡夫或者说下部中呢，他能够通达呢，就是他能够了解到说哦，虚空呢是常法，所以虚空呢，它并没有所谓的就是异体，就是直异的这一点，它并没有所谓的直。既然没有所谓的直，它也没有所谓的直异这一点，所以虚空与直虚空之量呢，一体空这个呢，对于经部中来说呢，它是能够通达的，因为它在通达虚空呢，它是常法的时候呢，它自然就通达了虚空呢，并没有所谓的直。那虚空没有直的时候呢，它如何与色呢是直异空的呢？所以自然而然它就通达了虚空与直持虚空之量呢是一体空这一点。那对于经部中它是能够直接通达的，但是呢，这个既然是就近见解的话呢，就只有唯识中才能够通达，因为呢，对于唯识中来说呢，就是经部中呢，它是堕于就是长边或者是断边的，它不可能通达唯识中的就近见解。但是如果你安立呢，就是虚空与直虚空之量一体空呢，是就近见解的话呢，那这个呢是下部中呢，经部中它也是可以通达的，所以它不会，所以才讲到说呢，就是虚空与直虚空之量一体空呢，并不会安立为是唯识中的法无我，是它的就近见解，所以才讲到说呢，这个是没有办法安立在无为法之上的。所以呢，以无为法来解释的话呢，是很容易的。那同样的呢，我们将要说，那以摄法来说的话呢，那摄法还有不相应刑法呢，最主要是以理路来成立。那我们刚讲到说，摄与直摄之量一体空呢，这个是唯识中的见解。但是如果说我们安立成就是了知，或者说我们以心法来说的话，心法呢与直心法之量呢一体空这一点呢，对于经部中来说呢，它也是能够通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解到说呢，心法与直持心法之量，那这两个呢都是心法。像直持心法之量呢，它是心法的一个别项，就是心法与直持心法之量，这两个是总项和别项的关系。你既然能够了解到这两个是总项跟别项的话呢，你自然了解到说总项跟别项呢，它一定是。它既然是无常的法类，那它又是总项跟别项的话，就表示这两个呢一定是直异空的嘛，它两个一定不可能是直相异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经部中能够通达的，所以就变成说呢，如果你承许说这个心法与直持心法之量一体空呢，要是承许说它是唯识中的究竟见解的话呢，那就表示说有能够通达唯识中究竟见解的经部中，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安立这个呢为它的究竟见。所以呢，刚讲到说就是两种空性，就是色外境成立空呢，还有我们所讲的就是
身所趋入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呢，这两点最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在于说一切法之上呢，是否能够安立呢这两个究竟见解。那所以刚讨论呢，就是讨论到说这两个就是都是唯识中的究竟见解，那是否这两者呢都能够在一切法事上安立？那就发现说一个呢是可以，但是一者呢是不同，是无法的。那第二个呢要讨论就是说这两个呢既然都是究竟见解的话呢，那虽然说这两者在所破之上呢是没有就是生系的差别，但是呢就会讨论到说，那这两者在通达的时候呢，是否会有就是一个较易通达，一个较难通达的差别呢？那这个呢也是一个主要探讨的内容。那就是刚讲到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究竟见解的时候呢，说外境成立空呢，就是和他同意的有5个。那现在呢，再加一个，就是呢，仅为是去路，就仅仅呢能够由事呢心事呢去去路，仅为是去路。那这6个呢是同意的。那还有第7个呢，就是心同性成立。那所以在印度的这个典籍里面呢，就是他们会出现呢，就是唯心同性，或者说呢，就是像刚讲的，就是仅为是所去路，就是会出现这样子的这个名词。所以呢，在讲到唯识中的时候，它会如是安立呢，主要是跟前面讲到的呢，就是仅唯识所趋入，就是讲到说呢，诸法呢都和心是同性的缘故，所以它仅由心所趋入，因为诸法都和心是同性，所以才称之为是唯识中。所以在讲述到唯识中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解到说，唯识这2个字呢，最主要呢就是依着就是设外境不成立这一点呢，然后来解释唯识的内容。因为不承许说就是设外境成立的缘故，所以呢，他承许到说一切呢都是唯心呢唯心或是唯识呢所去去入，所以诸法呢都和心呢是同性的，所以他最主要在安立唯识中的时候呢，是以究竟见解，就是外境不成立这一点呢，然后去成立它是唯识中。那不知道说刚上述所讲的这个重点呢，就是大家有理解吗？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两种不同的这个唯识中两种不同的究竟见解，那和他同意的这些名词，以及呢为什么说就是设外境成立空，或者说二取空呢，它只能够安立在设之上，无法安立在就是心法或者是说就是常法之上。那不知道说对于上述所讲的内容，就是大家理解吗？如果说有理解的话呢，那人们且再继续往下做解释。那接下来的重点呢，就是我们讲到，就是会探讨说，那既然说这两者呢都是唯识中的究竟见解，那这两者呢，就是它在所破之上呢，是否有生系的差别，或者说在通达的时候呢，是否会有一个较难通达或是较易通达的这个差别？那或者说它的所空处呢，是否是有这个粗浅的差别？那我们知道说，在所空处，也就是我们讲的施设处呢，所空处跟施设处它是不会有所谓的这个深浅的差别。那同样呢，在所破呢，就是外境成立，还有像是分别所执境志向成立呢，就是这两者呢，对唯识中来说都是支持这两者的这个执着呢，都是所知上，所以这两者呢，就是也没有在所破之上呢，也没有所谓生系的差别，所以在以所破来说呢，没有粗浅或者说生系的差别。那在以所空处施设处来说呢，更不会有什么所谓的深浅或是粗细的这个差别。那至于说在通达的时候呢，是否是一样容易通达呢？那这个呢就有不同的讲法。那有一派呢是认为说，就是这两者呢在通达的时候呢，也没有所谓的难易的通达，就是我们只要通达了就是外境成立空之后呢，自然而然呢就能够通达就是分别所执境志向成立空。
那通达分别所知境自相成立空的时候呢，自然就能够通达色外境成立空。所以有一派呢是认为说，就是在通达的时候呢，这两者也没有所谓难易的差别。那另外一派的说法呢，他虽然说呢，他也是同样承许说，就是两者所破呢没有呃粗细的差别，所破都是一样，是最细分的。不过呢，在通达的时候呢，是有差别的，就是在通达的时候呢，会先通达就是伸所去路的去路径志向成立空，或者说会先通达分别所执径志向成立空。先通达了这个之后呢，才会通达就是色外境成立空。所以对于以通达方面来说呢，就是色外境成立空呢是比较难通达的。那为什么就是他会承许说，就是有一派会承许说，就是显现分别所执境志向成立空呢是较容易通达的呢？因为它是以就是通达的一个次第来说的话呢，就是他会先呢通达就是分别所执境志向成立空。那当他了解到他在通达就是分别的所执境是志向成立空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才会知道说，哦，那我之前呢就是显现分别的所执境是志向成立的时候呢，那这个了知呢是错乱知。所以当他了解了说显现分别所执的所执境呢，志向成立是错乱知的时候呢，那连同于此呢，他会想到说，哦，既然分别的所执呢，显现分别的所执境是志向成立的时候，这个是错乱知，就表示说呢，我的眼知在显现外境成立的时候呢，它也是错乱知。那他先了解到说，哦，眼知呢，在显现色外境成立是错乱知之后呢，那他才能够进一步呢去了解到说，哦，那这个是错乱知呢，所以就表示说，实际上呢，色呢并非是外境成立的，所以由此才通达了色外境成立空。所以以通达的次第来说呢，是以这个方式呢，就是一步一步呢去通达的，所以会说，先通达分别所执境志向成立空之后呢，然后才通达了就是色外境成立空。那为什么会这样程序呢？那最主要呢，也是在了不了义当中呢，就是中华大师呢，他在抉择，就是说他先就是提出一个疑问，就是问大家，就是说，就是他提出这个疑问说，当我们通达了就是观待分别义之见解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是否就直接通达了就是观待无分别智的见解？是否通达了观待分别意志的见解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直接通达就是色外境成立空，然后就能够进而直接的通达就是唯识的意思，就是一切诸法呢都是唯心所现，或是唯由心去驱入的。就是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呢，那在解释宗喀巴大师就是依照无义这个解释看起来呢，就是他解释到说，就是要先升起了这个观待分别意识的见解之后呢，那才了解到说，之前所显现的这个志向成立呢，分别所显现的这志向成立呢，它是一个错乱知。那由此可以了知说，那我的眼知在显示色外境成立也是错乱的，所以照理说我显现的色外境成立呢，应该是不成立的。就是显现这个现象是错乱的话呢，就表示说色应该是外境不成立。就是透由宗喀巴大师在了不了义的这个诠释的时候呢，所以有些人他会认为说呢，就是这两者呢在通达的时候呢会有难易的差别。那就是以汉传佛法来说呢，就是唯识中的这个见解呢，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唯识中，所以我们真的想要好好清楚了解唯识中的时候呢，那对于说像是释量论里面呢，第三品就是现前品里面呢，或者说配合着心类学，就是会讲述到说经部以及唯识呢，它对于这个现前的这个差异，就是它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一部分呢去了解，那以及说就是透由中义。那当然说中义呢，它只是就是讲一个概略，那还有呢就是透由就是了不了义当中呢，那以及说我们再去学这个阿赖耶识之后呢，就是透由这一些全部加起来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对于说唯识中的见解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如果光看中义呢，就是要帮助我们去很完整的去了解唯识中呢，并不是这么容易的。
那这边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呃，新同性成立呢要怎么理解？那仁波切就想要说呢，就是新同性成立呢，它这边指的同性呢，并不是说我们讲说平直和直平眼支呢，它是同一个体性，并不是这样去理解的。就是一般我们在讲就是光指同性这个词的时候呢，它虽然会只说像是体性啊、本性啊，就是有这样子的解释。不过我们在解释平直和新同性成立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平直呢和直时平直这个量呢，它是同一个体性。这边会用到同性呢，是指到说他们两个呢是由同一个习气醒觉之力呢而成的。就是呢，我们知道说眼支呢，它是由就是由一个眼支的习气，然后由这个习气醒觉之力呢而承办的这个直平眼支。同样呢，平直呢也是由这个习气醒觉之力而成，所以才想要说，平直呢和直平眼支二者呢，它并不是一个有距离的存在，就是因为它两者不是有距离的存在，它是都由同一个习气醒觉之力而成的缘故呢，所以叫做呢平直和直平眼支二者呢是同性成立。所以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呢，就是会认为说，就是在讲到平直和直平眼支的时候呢，好像说我这个地方呢，桌子之上呢，我要先放一个瓶子，先把这个瓶子拿来之后呢，我才能够看到直平眼支才会升起。然后呢，把这个瓶子拿走之后呢，我的直平眼支呢又不见了。好像说就是瓶子和直平眼支之间呢，它两个是就是呃，并不是同性，因为呢，好像是他们两个是有距离的存在。先有了彼方的这个瓶子之后呢，那我才能够升起了就是这一边的这个眼支。所以这两者呢，好像是彼此之间好像没什么关系，就是你要把瓶子拿来，我才有办法升起这个眼支，没有瓶子呢就没有眼支，好像这两者是没什么关联的。但是呢，以唯识宗来说的话呢，这两者呢，它都是有同一个就是习气醒觉而成的，并不会说呢，好像呢你瓶子跟眼支两者是完全没有什么关联，就是你这边一个瓶子，有了瓶子之后呢，我才能够升起眼支。唯识宗他并不是这样认为，他就认为说，你这两者无论是外在的这个瓶子也好，或者说呢，我们心绪中的眼支呢，它都是要透由这个直平眼支的这个习气醒觉之力呢，才能够承办，所以才想说这两者呢是同性的。在了解这一点之后呢，那其实最难安利的是安利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色，就是说瓶子或者说呢支持瓶子的眼支呢，它是由同一个习气醒觉之力而生。那瓶子是怎么由就是直平眼支的这个习气醒觉而生呢？是这个习气是如何它醒觉之后如何去成立这个瓶子呢？那这个呢其实是唯识中最难安利的一个地方。那在解释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要升起直平眼支之前呢，是有一个能成，比如说直射好了，就是能成直射眼支的一个习气。那能成直射眼支的这个习气呢，它在承办直射眼支的时候呢，它不是只有承办直射眼支这一番，它同时呢承办的就是直射眼支呢，它所显现的瓶子呢，也是由这个能成直射眼支的习气呢，就是它同时呢会成立这两点，所以能成直射眼支的这个习气呢，这个习气醒觉的时候呢，它分成了两分，一分呢就是醒觉成了这个习气呢，一分呢就是成为了直射眼支，另外一分呢就成了就是直射眼支呢它所显现的这个瓶子，所以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式，就是由同一个能成直射眼支的这个习气呢，它在醒觉的时候，一分呢成了直射眼支，一分呢成了直射眼支所显现的瓶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万法唯就是唯心所现，就是唯识所现。那对唯识中来说呢，对境是完全是心的显现，还是说对境也有那么一分配合心事才得以显现？那人们界是说呢，就是以唯识中来说呢，或者说就是他们在安立诸法的时候呢，都是安立到就是由量所成。那为什么说要安立由量所成呢？由量所成就表示说它并不是
它并不是呢，就是仅能够安利说因为我们的了知所显现呢，我们就要去安利，而是除了显现之外呢，我们是要能够安利一个能够去入的这个了知。为什么说不能够仅由心显现呢？因为我们的心也会显现蓝色雪山，但是不能因为说显现蓝色雪山之后呢，就安利呢蓝色雪山是存在的。所以诸法的安利呢，除了显现之外呢，也要有一个就是能够去入的了知，就是它能够除了显现之外呢，也要通达。这边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当我在比如说诸法都是由习气所生的时候呢，那像我见到就是像仁波切或是翻译的时候呢，那会让我现出就是仁波切讲法之相，那是否代表仁波切的习气醒觉之力呢，会影响我的习气醒觉呢？那这边呢，仁波切是解释到说，就是在宗喀巴大师的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解释里面呢，就是也有探讨到这个问题。那他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以我来说呢，就是我的阿赖耶识透由我的阿赖耶识呢所显现的，就是比如说小明啊，或者说某某人的一个形象，或者说显现他的这个运体的时候呢，就是透由我的阿赖耶识所显现的这个运体呢，并不是真正的运体。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做解释呢？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说，就是一切呢都是由同一个习气醒觉而生嘛，所以就表示说我所看到的就是小明的这个运体呢，是由我支持小明的这个眼睛，这两个呢是同一个习气醒觉而生，所以我所看到的这个小明的运体，如果是真正的小明的运体的话呢，就表示说小明他的运体呢和我的眼睛两者呢是同一个习气所生，那就变成说呢，我和小明两个人呢会变成是同一个因所生，但是我们是不同的普特伽罗，所以我们不会有同样的一个因所生，所以呢，就会在解释的时候呢，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说到，由我的阿赖耶识所显现他人的这个运体，或是他人的这个五蕴的时候呢，这个运体呢，并不是真正的运体，因为如果是真正运体的话呢，就变成说我和他是同一个习气醒觉而生，那我和他就变成说同一相续的这个新的习气所生，那这样我们两个就变成同一个习气所生，那我们两个就变成说没有差别，我们就会变成同一个人。所以讲到说，由我的阿赖耶识所显现的运体呢，并不是真正的运体。那所以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会讲到说，比如说我的习气呢，我习气醒觉所显现的这个小明，就比如说我看到小明的时候，那我看到的小明是由我的眼睛所看到的小明，所以我所看到的这个小明呢，它并不是真正的小明，因为如果它是真正的小明的话呢，那就变成说小明还有我的这个能引业呢是同一个业，但是呢这个并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不特伽罗，我们是不同的心绪，所以一般在解释的时候呢，会说唯识宗里面呢会想要说，比如说仁波切所看到的这个瓶子，就是仁波切他所显现的这个瓶子呢，是由他的这个习气醒觉而生，我所看到的这个瓶子呢，是由我的习气醒觉而生，所以我们两个所看到的瓶子呢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同一个瓶子，因为仁波切所看到的是由他的习气醒觉而生，我所看到的瓶子呢是由我的习气醒觉而生。那同样呢，就是以小明来说，小明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呢，是由小明他自己的习气醒觉而生。虽然说我也看到了小明的我也看到了小明，但是我所看到的小明呢，并不是真正的小明，因为他如果是真正小明的话呢，就变成说小明和我看到小明的眼知的习气呢是同一个习气而生，那这样就是说两个不同的补特伽罗变为一个补特伽罗的过失。那不过呢，虽然说是这样子解释啦，但是在辩论场的时候呢，这个是很多能够辩论的地方，就是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在辩论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很多就是可以辩论的地方，因为像刚讲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小明呢，是由我的习气醒觉而生，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小明，所以我所见到这个小明呢，是我所不共见到的，其他人并看不到。那如果说这个是在辩论场里面
的话呢，他的问题就会非常的多。那你就问说，哦，如果呢你所看到的这个瓶子呢，是由你的习气醒觉而生，别人看不到的话呢，那请问这个瓶子做这个瓶子的这个人呢，就是做瓶子的这个工人，他有没有看到这个瓶子呢？或者说呢，我在辩论场里面看到的这个小明是由我的习气醒觉而生，他并不是真正小明的话，那这个小明呢，是不是由他的父母所生？因为呢，他如果因为他应该不是由他的父母所生，因为他是由我的不共的习气醒觉而生的啊，所以他应该没有父母啊，所以就会有很多就是可以辩论的地方，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那或者说呢，就是在辩论的时候呢，也会说哦，比如说那这样子的话呢，由你习气所醒觉，就是你所看到的大殿是由你的习气所醒觉而生，只有你看得到的话呢，那你进这个大殿呢去诵经的时候呢，是不是整个大殿只有你一个人？因为其他人都看不到你习气醒觉而生的这个大殿呢、那是不是整个大殿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诵经，没有其他人？就是会有非常多的辩论。那如果你说呢，这个大殿有其他人的话，那其他的这一些人呢，都是没有看到就是你所显现的大殿，然后呢，他们看不到大殿，就进来大殿里面课诵修法嘛，是不是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同样呢，就是如果这样讲的话呢，那你早上所吃的这个饼呢，或者说你早上所吃的这个食物呢，是由你的习气醒觉而生的话呢，那它是从你的手还是从你的膝盖生出来？因为只有你看得到嘛。那做这个饼、做这个早餐的人呢，他到底是看得到还是看不到？那你把这个食物从大梁拿到大殿的时候呢，拿的这些人，他到底有没有看到你所看到的这个饼呢？就是会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今天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不然人们其实说，就是因为我们讲到了，就是唯识中呢，它最究竟的两个见解，就是色外境成立空，还有呢就是身所趋入的趋入境呢，志向成立空这两者。那这样提到这两个究竟见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学习唯识中呢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了解到说，了解了这两种就近见解之后呢，那我们如何和我们的心绪做结合？就是如何透由这两点呢，因为我们学习中义最主要目的呢，就是要去除我执，去除烦恼。就是我们如何透由这两个见解呢，去对治我们内心的烦恼。就是为什么说了解了，就是诸法都是了解色外境成立空之后呢，它是如何能够去对治我们的烦恼，或是了解了就是生的去路的生所趋入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之后呢，如何能够让你的烦恼变得越来越少？那本来呢，就是今天呢，就是要讲这部分的内容。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呢，再来讲说，就是如何透由唯识中的究竟见解呢，和我们的心绪呢，如何做一个结合，如何来对治我们心绪中的三毒烦恼。